為什麼不能動手？我問了很多次，當時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。其實我自己很焦急了。这个纸粘的东西太便于这个隐藏了，不敢抓的原因是怕我一打扫进车以后，他们把文物给毁了。我說你可能一輩子辦了這麼多案件，可能這件事情是最大的。如果說人抓到了，東西沒找到，這個案件相當於失敗的。我們要通過人找到物，抓人容易放人了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李大，有人報警，家裡進賊了。報案地點：明珠小區14棟703，報案人陳真明。陳真明。喂，我这进贼了，我要報警。確定了陳達把所有的收集到他弟弟家的時候，我們就決定對他進行抓捕行動。